让我们到主面前，闭上我们的双眼，摆上祷告。让我们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很开心今天又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了。我们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做礼拜，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用线上的方式已经执行了好几个礼拜了，不知道小朋友还习不习惯？主日学的老师都很想念大家哦。我们有为小朋友做祷告。好，在礼拜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安静心的祷告。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聚在这里，用线上直播的方式亲近你，聆听上帝的话语。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分别为圣，和你在一起。保守以下的时间，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宣召。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9章9节。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唱的是一首祷告的诗歌，让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相信上帝会将一切我们所需用的都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摆上祷告》。在前奏的时候，请小朋友把你的手借给我。我们的手指头代表着我们的小脚，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摆上祷告，一起来敬拜他。请小朋友把手借给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到主面前，闭上我们的双眼，摆上祷告。让我们到主面前，双手紧紧合十，摆上我祷告。让我们到主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摆上我祷告。听听看，主耶稣说什么？让我们到主面前，闭上我们的双眼，摆上祷告。让我们到主面前，双手紧紧合十，摆上我祷告。让我们到主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摆上我祷告。听听看，主耶稣说什么？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要来唱这一首《天父看到七鸟跋落》。天父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即使是小小的小鸟，它跌落在地上，它受伤，我们的天父看见，心里面也为它来难过。天父既然连这么小的小鸟，天父都爱它，更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必带领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一世。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天父看到七鸟跋落》。天父看到七鸟跋落，伊可怜伊艰苦，伊遐尼听谁家叫我，天父稳当听我，天父听我，天父听
白听我，天白听我，天白听我，我在天白听我，我在伊听谁家叫我，天白稳当听我。亲爱的小朋友，耶稣的门徒曾经问耶稣，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是台语的主导文，也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来祷告。所以当我们不晓得该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首诗歌来成我们的祈祷。请我们把双手合在我们的胸前，我们一起来唱主的祈祷文。愿在天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间奏的时候，请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用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祷告。愿在天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亲爱的小朋友，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请你将你预备好的金钱放到这里面，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一起献给主。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赏赐阮一切，阮也要将阮家己的性命完全献上予你，恳求主来帮助阮，予每一个囡仔拢会通听主，会通入捌主。恳求你也来赏赐予阮有健康的身体，也予阮会通平安来长大，将阮的一生拢来献予主。阮的祈祷无完全，阮也要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
关联、眼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Hello， 小朋友，主日平安！猜猜看，今天我们要说哪一个使徒的故事呢？答对了，就是马太。老师知道你们一定都有和爸爸妈妈一起预先读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好，那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小手放好，眼睛闭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为我们每个人预备时间，可以在线上主日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信息时间不受打扰，孩子们透过网络仍然能感受到你的同在，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9章9到13节，小朋友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小朋友，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知道马太呢，他原本是一个税吏，而且是犹太的税吏。税吏是什么呢？税吏就是收税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像是国税局的人。那这个职业在现在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但是在耶稣那个时候，税吏是被当成背叛同胞的人，因为那时候税吏是替罗马帝国政府向犹太人榨取高额税金的官员，而且有很多税吏他不但收税，还趁这个机会贪心多收纳税人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他们的行为被他们自己的民族犹太人视为可恶的罪人，而且是社会上看为不耻的职业。那马太既然被当时的人讨厌，我们就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每天和钱在一起的人，每天都算着钱，看到的就是钱，所以他应该没有真心的朋友，他可能也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的人。小朋友，你们觉得这样的人开心吗？你们觉得他的生活有快乐吗？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穿着全身名牌衣服，但是他走到哪里都被讨厌到哪的人，那种不被人接纳的心情，是不是很苦呢？但是这一天他不一样了，他怎样不一样呢？是的，刚开始他和平常一样坐在税关上，他拿着账簿，向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收税。他算着钱，一笔一笔的记下他所收取的税款。这时候，在往来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走到马太的面前，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纳税，而是简单的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奇妙的事竟然发生了，马太的眼睛盯着耶稣看，竟然二话不说，立即放下他所有的东西，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就是这么奇妙，耶稣的呼召呢，他带着能力，马太完全顺服耶稣讲的话，他一句话都没有问，就放下他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当耶稣呼召马太之后，马太就邀请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因为他一定是非常感动耶稣这样子的看重他，所以他一定也会摆上大吃大喝好喝的，
可是那时候有很多人不明白马太的动机，甚至引起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批评。这些人批评耶稣说：奇怪，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人吗？竟然还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有没有搞错呀？耶稣听到这些人的批评，指指点点的，就在众人面前对他们说：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到世界呢，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与他们成为朋友，并且帮助他们脱离罪恶。但是有很多人却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哦，所以就批评他。小朋友，我们从这件事可以体会耶稣的心意，他拯救马太，也呼召马太成为门徒。从这一刻起，马太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了，他变得与众不同。他知道，也许他所做的是受身边周遭的人批评，但是他为耶稣所做的却讨耶稣的喜悦。过去的他呢，天天在城门口的税关上收税，他拥有许多的财富，拥有许多的钱，还有声势显赫的权利。但是当马太认识耶稣之后，他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小朋友，什么叫放下一切呢？不是只是你把你喜欢的东西都放下，就叫做放下一切哦，是连你自己的感觉你都要放下。什么叫自己的感觉呢？你讨厌这个人，因为他怎样怎样，所以你不喜欢他，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很可怜，别人都欺负你，不跟你玩。当我们心里有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愿意把这些感觉都放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而且是与众不同的哦。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与我们个性不同的人，上帝使每一个人不一样，因为一件事情的完成是需要不同的恩赐和能力。就像我们去露营啊，有的人会架帐篷，有的人会起火，有的人会烤肉，有的人会洗碗。那小朋友会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应该是没有用的人吧？不，小朋友，你们会互相手拉手一起玩，大的哥哥姐姐会照顾小的弟弟妹妹，让家长可以放心的做事，这就是大家一起同工，不论男女，不论大小，都是神美好的安排和创造。接下来老师要和小朋友分享一本绘本，这本绘本呢就叫爱你本来的样子，爱你本来的样子。很久很久以前呢，在一个和你我住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家，有一个村庄，那里住了5个兄弟姐妹，他们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寒冷的冬天里，他们总是紧紧地围在一起取暖。有一天，国王知道了这5个孤儿的事，决定领养他们。他宣布，他马上就会到村子里来看他们，而且要当这5个孩子的新爸爸。这5个兄弟姐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简直兴奋的要飞了起来了。村子里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也都很兴奋哦。他们纷纷来到孤儿们的家，告诉他们要做哪些准备。你们要准备给国王留下好印象。这些人就开始七嘴八舌的给他们建议。他们说，谁能送国王最好的礼物，谁就能住到大城堡里去哦。那些人不认识国王，他们只是猜想，所有国王都一样喜欢能给他好印象的人。孩子们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开始准备要送国王的礼物。他们都很努力，想得到国王的赞赏。
那5个孩子里面有1个懂得雕刻，他决定送国王一件美丽的木雕作品。他用刀子在软榆木上削啊削，麻雀的眼睛或是马的鼻子马上就成型了，小小的木头也顿时好像有了生命。他的姐姐决定送国王一幅天堂的画，好让国王挂在城堡里。另一个姐姐想以音乐当礼物来送给国王，她不停地唱歌弹奏曼陀林，村里的人每次经过都会停在窗边欣赏她那曼妙悠扬的歌声。另一个孩子想要让国王见识他的聪明，于是每天读书读到深夜，地理、数学、化学他样样都念。他的求知欲很深厚，所以学问非常的渊博，相信任何国王一定都会对他的丰富知识赞赏有加的。但是有一个妹妹不知道要送国王什么，她的手笨拙，不会雕刻，她的手指也僵硬，不适合画画。她开口唱歌，声音粗哑难听，而且她也不太会念书。她只是一个小马童，每天她都站在城门口，看着经过的人群，只要有机会帮这些人照顾马儿，或帮忙他们喂食牲畜，她就可以赚一些钱买食物给哥哥姐姐们。小女孩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国王。她唯一的优点就是她的心，因为她很善良，她叫得出每一个乞丐的名字，她喂狗儿吃东西，她接待每个过路的旅人，也亲切地和陌生人打招呼。他会问他们旅行顺利吗？你先生好吗？你喜欢你的新工作吗？因为他心胸开阔，所以对人充满关心与好奇，满脑子的问题，不论是贫穷的乞丐或有钱的商人，对他来说都一样。但是小女孩还是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她很担心国王会不喜欢她。她记得村里的人对他们的交代，所以她下定决心要送一样东西送给国王。她抓起一把小刀，走到会雕刻的哥哥身边，她问：“你可以教我怎么雕刻吗？”哥哥头抬也不抬的对他说：“对不起，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时间陪你。你知道的，国王就要来了。”小女孩放下小刀，换了一支画笔。她拿着画笔去找会画画的姐姐。姐姐正在小山坡上画着夕阳。姐姐善良的小女孩说：“你画得好漂亮哦。”姐姐说：“我知道啊。”小女孩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跟你学画呢？”姐姐头抬也不抬的说：“现在不行啦，你知道的，国王就要来了。”小女孩想起另一个很会唱歌的姐姐，她想这个姐姐一定会帮我的。她找到那个姐姐的时候，姐姐身边围着好多人，大家都在听她唱歌。小女孩大喊：“姐姐，姐姐，我来听你唱歌，我想跟你学学唱歌。”但是这个姐姐并没有听到，因为大家的鼓掌声太大声了。小女孩心里好沮丧，她转身低着头走开。这时候她又想起她还有一个很会念书的哥哥，于是她拿着一本小书跑去找他。小女孩跟哥哥说：“我没有东西可以送给国王，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念书，好让国王看看我有多聪明？”而正在念书的哥哥没有说话。小女孩又开口说：“哥哥，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我什么都不会。”哥哥大喊说：“你走开啦！”他头抬也没有抬的，仍然两眼盯着他的书本。他说：“国王就要来了，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小女孩难过的离开了。她没有东西可以送给国王，她回到城门边，继续照顾她牲畜的工作。
几天后呢，一位穿着商人衣服的先生来到这个小镇，你能帮我喂喂我的驴子吗？这位先生问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听到声音，马上就站起来，她忍不住要盯着这位远道来的先生。阳光下，她古铜色的脸颊发出了亮光，深邃的眼睛格外清澈，她脸上还挂着笑容，让小女孩觉得好温暖。她说：“小女孩说可以呀。”她把驴子牵到饮水槽边，她就说：“交给我吧，等你回来时，它不仅吃饱了，手毛也会梳理得很整齐哦。”小女孩一面喂驴子喝水，一面问这位先生：“她说，请问你会在镇上待一阵子吗？”这位先生说：“会的，我是来找人的。”小女孩说：“那你大老远来会累吗？”先生说：“会呀。”那小女孩就说：“那你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呢？”她指着那个墙边的长椅说：“这位先生就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靠着墙，闭上眼睛睡着了。”几分钟以后，那位先生醒来了，他睁开眼睛，发现女孩就坐在他的脚边，盯着他看。小女孩觉得很不好意思，她马上别开头去：“你坐在那儿很久了吗？”小女孩说：“那你在看什么呢？”“哦，没什么啦，只是因为您看起来就是个大好人，所以我很想坐在你的旁边。”那位先生开心地笑了，他摸摸自己的胡子说：“你是个聪明的小孩，等我回来后，我会再来看你的。”才过没多久，那位先生真的回来了。小女孩说：“你找到要找到的人了吗？”那位先生说：“有啊，但是他们都很忙。”怎么说呢？我第一个找到的人是个木匠，他急着要完成一件作品，他要我明天再去。另外一个是画家，我看到他坐在山坡上，山脚下的人告诉我他不想被人打扰。另一个是音乐家，我跟一群人坐在一起听他表演。我说我想跟他说说话时，他说他没有时间。另一个我要找的人不在，他到城里去上学了。小女孩晓得这位先生是谁了，她瞪大了眼睛，倒吸了一口气说：“但是你看起来不像个国王啊。”这位国王说：“我尽量让自己不像，因为当国王很孤单，我身边的人都不把我当普通人对待，他们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努力想要讨好我，而且他们老是对我抱怨。可是当国王不就是这样吗？”小女孩问。国王说：“当然，但是有时候也会想要跟我的人民在一起呀。有时候我也想跟他们说说话，想听他们聊他们的生活，想大笑，想哭。有时候我也想当他们的父亲。所以你想领养小孩？”国王说：“对，因为大人都一心想要讨好我，但是小孩子不会，他们只会想跟我说话，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我哥哥姐姐都太忙了，是不是？”国王说：“是啊，但是我会再回来的，也许改天他们会比较有空。”小女孩犹豫了一会儿后，她就问先生：“那我呢？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我想做你的小孩。”国王笑着说：“我的小宝贝，你已经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了。你给我你的心、你的善良、你的时间，还有你的爱。你当然可以做我的小孩，我就是爱你本来的样子啊。”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小孩都没有时间，所以他们没有见到国王，而那个什么才能都没有，只有一副好心肠的小女孩，反而变成了国王的小孩。听完今天的信息跟故事，我们知道天父爸爸也是这样爱我们的，不论你自己或是别人怎么看自己，就像马太，像故事里的小妹妹，看起来没有才能，甚至她有可能被讨厌，
但是在天父爸爸面前，你是有能力的。当你看重上帝给你的一切，使用他给你的能力，跟随耶稣，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家人，对家人抱抱，去爱身边的人，对他们关心，甚至我们有能力去爱我们不喜欢的人，对他们体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哦，因为我们爱是神先爱我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今天要和爸爸妈妈讨论的题目。第一题，当马太愿意抛弃一切跟主耶稣时，表明了什么决心？第二题，我们应如何与我们个性或观念不同的人相处？那第三题，就让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让我们为那些我们看为不可爱的人祷告。好，小朋友，在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同来读今天的金句。今天的金句，耶稣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9章第9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从使徒马太的生命中学习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你看重的，别人无权评论我们的价值，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评论别人的价值，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求主你开阔我们的心胸，让我们可以用你的眼光去爱人，去接纳人，去体谅我们原本不能体谅的人或事，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是赐福我们的主，即使生活中有许多我们不能明白的，只要我们单单的信靠你，相信你是公义的，我们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在困难中我们会有平安，我们深知你与我们同在，你怜悯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咱做伙来读咱这礼拜的金句，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就甲伊讲缀我，伊就起来缀伊；就甲伊讲缀我，伊就起来缀伊。大家平安，咱要做伙来学习诗篇100篇。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娱乐入伊的院，用娱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着感谢伊娱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各位孩子们，你们很棒哦！你们都做礼拜做到最后了，让我们一起分享信息中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马太愿意抛弃一切跟随主耶稣时，表明了什么决心？第二个问题，听完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回去要如何和个性及观念与我们不同的人相处呢？等你的答案哦。老师在这里也要特别赞美瑞恩跟穆恩，他的妈妈都每次将他们兄弟在家里做线上主日学的照片 po 到群组里面，跟老师还有同学们分享。我们也很鼓励家长们可以将您在家里面做线上主日学的照片 po 出来，那我们可以彼此激励我们聚会不间断的心。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知道，神，你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帮助我们学习跟我们个性不同的人相处，也让我们学习当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撇下我们所有的来跟随主。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